再来，咱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早起，各地也是一份好天，要毋过下晡开始，风面就要瓦紧啦，所以明仔载会变天。咱来看云图。今仔日北部下晡一时风面就会瓦紧，水汽就变较济，各地落雨机会拢会提悬。中部以北、宜兰花莲，也有山区会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，也是雷公雨。也若东北部也有大台北山区有机会出现较大阵的雨。受西南风的影响，今日各地天气也是高温小热，高温有32度至34度。也若南部瓦近山区，也有东南部高温是有机会升悬到36度左右。台东今仔日有可能会透小风，中昼左右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甲台东拢是高温黄色的灯号。也若明仔载开始，风面要通过北部、东北部天气就会转凉，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，嘛爱说2短时间内的强降雨。也若今仔日伫金门和马祖云较低，大雾会影响能见度。金门马祖早起能见度已经无到200公尺。